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新城这位乡亲张秀如，家己的徛家改造做艺术的人文空间，佮用老灶、香茶、煮老茶、控茶米卵，让大家感受到无同款的艺术的生活。充满活力的水池啊，佮加上茶佮有竹啊打造的空间设计，佮有40-50年的老酒。 这是到日地佮有艺术文化真侪年的张秀如的古厝。我们都保留原有的树木，那围篱我们就采用竹子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就是用木头跟竹子2个主要的材料。今日去边仔古厝内底，唔但会使欣赏字画、嘛结合花艺和地垢等等的地器具，互人有无同的艺文享受，而且佫会使享受到老茶和茶米卵。 思古的情怀，希望把这些中华的茶香艺术哲学继续的传承。张秀如改造新社古厝，将地芳佮有艺术文化炸上山，让大家伫山内美景当中会使放慢脚步，享受艺术人文的水。